伫咧高雄公山介寿东路发生死亡车祸，骑奥多摆小载翁仔某，和违规停车的货车，伊是凶开车门，害因跋倒。这伫后壁翁婿，说是互当场对伫后壁拖拉机交过去来死亡。不过，这个地点常常有店家甲一寡材料蹲伫咧外口，占用人行道甲慢车道。这警方是表示讲，车祸的主要原因是货车开车门造成的，和这木材工厂无直接关系。那些小货车驾驶拍开车门，煞弄到一台拄好经过的厢载机车，机车顶两个人相倒伫涂骹，女骑士的翁婿倒向车道，后壁拖车被副打洞啊弄到，妇人人的翁婿送医不治，伊家己的手甲脚也受伤。伊车门开弄到恁两个人了对啊？嘿，因为我骑把海关开出来，那个撞击的瞬间。我嘛来不及反应啊！伊落去下面啊，我弄着我骗入来啊。哦，骗我搞车卡。意外发生伫高雄公山介寿东路，一个堆满木材的树棚边仔，肇事的小货车都违停伫树棚外口的车道。那些小货车的驾驶甲车顶的乘客第一时间就车单的走离现场。今次是木材厂员工，警方也来厘清。占用道路这个木材也是有关系，一定有关系的啊！哎，怎么说？因为车拢无法度过。另外，手帮长期将木材占据人行道慢车道的行为，也让当地居民真不满。究其是木材挡着车道，才会造成这件悲剧。贴了好几次的公告哈，而且也就是督促他一定要尽速的处置。到目前为止这个就是这个当事人他都置之不理。警方表示，业者违规占用的情况超过半个月，除了打广告要业者限期改善，向无向环保单位之外，已经连续开出5张罚单。警方初步判断，车祸主因是小货车驾驶开车门无细致造成，甲占路的木材无直接关系。环保局2日下昼配合警方到现场，将超过限期改善日期的木材刷走。未到期的区域是要超过公告时间才会当刷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